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三角内音圣诗439首，一月如梭哪水在流。请起立来音。做伙来祈祷，愿定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天灵。阮的一时行一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用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死，着叫阮脱离变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拢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命。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满了真实，伫温柔必了到人来受苦，伊是一个死来做劳灵妇。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公会教会，信徒的上空，做赦免，上帝保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第10篇。三角来起去。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行啥？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行啥？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责赢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也有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宝贝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掠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宝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互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伊对我讲。着来调解我，上主啊，
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掩面不察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助，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选我、放散我，我的爸母若弃散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着艰难重担，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予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亲信一项事，要我的儿子，我袂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一声着信靠上主。这是咱三甲鸭头来祈祷。至悬至尊至圣，阮的阿爸爸上帝，伫今年的头一个主日，阮用感谢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阮死伫十字架顶，互阮会当得到救赎更新的机会。透过你的信，对你的信，得到顶头生的愿望，阮实在感谢乌罗你。阿爸天父，阮也要将阮种种的失错带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忏悔。阮对你的疼实在无够野，常常嘛袂记只爱学习你的款式来行阮的每一步，嘛常常将你传福音到地极的指示放甲放袂记。求你原谅阮，求圣灵、圣神随时甲阮伫咧，帮助阮听上帝你的话，领受上帝的旨意，活出你欢喜的生命。希望上帝，感谢你对阮教会的保守甲眷顾，互阮伫新冠疫情两冬的影响之下，其实无对教会无介大的影响。反倒转，阁互阮教会学习着网络直播，做影片的功夫，互阮教会的礼拜、灵修、献诗、敬拜，阁有微电影等等，拢会使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传互阁较侪人。感谢你回应阮大家伫疫情中希望参加敬拜迫切的祈求，互即项时间会使来食，会使食。阮嘛要感谢即个想袂到的恩师甲恩典，嘛求你帮助阮全教会继续找求你的旨意，为着教会传福音的事工，三九来祈求你的带领，搁一摆来领受着主你因为阮大家做伙迫切的求祷甲期待来行你所喜爱的事工。主啊，你知影阮的需要甲软弱，求你帮助阮勇敢踏出舒适的环境，帮助阮愿意顺服你的呼召、你的带领，为着你的圣工、你的福音事业，就算是外口的世界随时伫变化，也是家己感觉体力、智慧无够野，阮也要相信。甲我靠你，就算有挑战，感觉有困难的时，阮相信你会随时甲阮伫咧，互阮透过事工的经验，会使搁一摆经验着你的同在甲恩典。主啊，你是永远伫咧的上帝，你是久长伫咧、永远无变换的上帝。阮对身体对你来祈求。阿爸天父，最后，阮嘛要恳求你保守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信心引带因的工课、因的事业、因的家庭甲生活，
阁有上重要的，就是伫教会的服侍，提供互因有教业的智慧、体力、平安甲安慰。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祈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信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是感谢天父大慈悲。你。
恭托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24节到33节，伫新约圣经第18面第24节。迄时船伫海中，互应摇逝，因为是对头风，面是四更。耶稣对海边行，就近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嚎叫。耶稣念伊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领落去，行水面，爬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得要沉落去就嚎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啥需要伊？因上船，风就停。船领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讲道，请本堂将牧师讲道，题目是彼得的冒险旅程。咱搁来一摆三甲来感谢。天父，阮感谢你，伫2022年的第1主日，阮伫你的圣殿伫遮聚集，阮要来敬拜你。主，阮知。阮每一个人拢是属于你的，阮是你草场的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时阵，主，你的话语要互阮得到把助。主，阮嘛恳求你，你的话语要成做源头前的光。主，阮你的话语要来照光阮2022年阮手中所做一切事。愿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每一处。阮来甲伊面前来听你的话语的时阵，主借着圣神，阮会来领受你话语当中的快乐甲稳定。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新年快乐！有一对翁仔牧师的翁仔某伊伫因结婚30周年的时阵呢，安排一个。热气球的即个旅程吼，当因来坐起哩即个热气球，咱知影热气球下面拢有一个篮吼，篮，即个驾驶呢就豆吼，甲即个火点倒，豆即个气球就安就飞去。即时天铺光，然后呢，即个光线日头的光线慢慢照，哇！因看到即个大峡谷的即个山壁，甲即个足远的所在，迄个海洋豆哪来哪清楚的时阵，即个景色哪来哪水，即个非常互人即个欢喜。即个当即个热气球哪飞哪悬的时阵，有一个感觉哪来哪啥物？惊，哪来哪悬啊？所以会惊吓啦。所以呢，即对牧师的阿某呢，骹哪来哪长哪软吼，愈飞愈悬。一开始就讲即个热气球的即个篮吼，会甲即个胸坎，至少嘛爱较腰。结果呢，伊咧坐即台呢，吼，即个热气球，伊的篮也甲即个脚头尔，哇！等于咱买那是足惊讲吼，即个风较大咧，一下袂，咱两个拢叫海去外口吼。所以呢，伊即个牧师娘规个旅程啦，伊就安尼掠迄个篮掠条条，安尼吼，规个牛拢毋敢叮当。即时即个驾驶甲讲，哇，即个你看下面遐有足水的一个景色，哇，遮看到牧师娘安尼连头拢毋敢叮当，目睭小可溜一下，安尼，足水安尼。即个牧师呢，感觉讲即个时阵我来甲即个少年小可开讲者吼，即个驾驶开讲。因为阮两个翁仔某30周年结婚的纪念日，阮的性命拢交互即个少年的。这牧师就问即个驾驶讲：
啊，你一个即个驾驶即个热气球的进程，你是做啥物行业啦？吼，你是安怎来开始即个工作的？即个所以是讲足5万吼，伊是安那特种伞兵退伍吼，无至少吼一直咧拣机会，要飞去太空的太空人等无机会再来做即个工作。毋过咧，即个驾驶呢，足歹势，安尼头绕的甲即个牧师讲，歹势，我无固定的工作吼，我今日来是上班是安那，是代班的啦，是安那。我台湾小弟吼下班啦，进前吼几礼拜进前吼，我就啉酒醉，落去酒驾吼，我的车弄着迄个卡车吼，我摕着我表爷迄个弟弟受重伤，准搁带入病院。吼，所以我只有来代班啦，吼，无法度啦。搁一样代志，我一定爱甲你讲吼，连面啦吼，咱若那个下降的时阵吼，较袂稳的时阵吼，你毋好惊咧吼，因为吼，今仔日即款的气球吼，是我第一遍飞吼，所以我较毋知影要安怎降落吼。我一家己边仔迄个牧师娘有听着啊啦，我目睭摕过足过看牧师讲，牧师啊。咱即阵飞伫空中吼，离上帝较近啦。你搁是牧师，无你甲上帝祈祷好啊。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咱每一天吼，咱特别是即个一年的年初的时阵，咱都足毋茫讲，咱会坐着一个大的像就是即款的热气球吼，安尼来飞去恁空中，来展开一段冒险的旅程。咱足毋茫讲，咱会安尼飞伫即个空中，看到搁较水的一个景色。毋过呢，你敢会信任来驾驶即个热气球的即个人？意思是讲，咱每一遍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兼才是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旅程，也是咱要开始来新的服侍的时阵，咱敢也用信任咱伫后壁要杀到即个工作一直来。今日会知是，咱要搁照着彼得即段经文，大家拢足熟的啦。彼得行伫水面的即个冒险的一个旅程，毋茫照着即段经文，互咱伫即个经文的内底看到上帝要赐予咱的气力，期待咱伫2022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安那，咱的生命拢会有一个搁较大的突破。今日我要照着即段经文有3点要来甲大家分享。咱每一个冒险的旅程，咱来体验着上即个耶稣的即个同在。第二，就是咱要踏出即个船落船的时阵呢，咱同在，咱来冒险。有一寡即个危险伫即中间。咱拢爱好好来考虑。第三，失败甲惊赢是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代志。首先，我要第一个冒险的旅程当中，咱爱认捌耶稣的同在。马太记载这段的即个经文是当耶稣行了5块饼2尾鱼的事业了后。即个耶稣呢，就安那随即个遮的温度，紧紧的上船啦，渡到即个海的另外一边。因为安那，耶稣想要家己一个人上山来祈祷，所以耶稣无伫船顶。所以伫即段的经文内底，咱看到当船来离开即个海岸了后，海面就起啥？起大风。船去哦，即个海燕安那摇转，互燕摇转，因为是对头风。风燕大到一个程度，就是遮个温度安那，只有一个可能，互即个船莫变过安尼啦。所以因怎陷入一个真大的风暴的中间，到天要光的时，唯一来用帮助因的耶稣基督安那经过即个海面，因来行来的时阵，毋过温度讲啥？是怪温，连耶稣拢无认出来。
所以就真惊吓来拗叫起来。所以每一个人咱看到，为什么门徒无认出耶稣来咧？耶稣敢毋是每一工拢甲因说话吗？因拢是跟对耶稣的人吗？因为伫即个大风影的内底，伫风暴的内底，咱常常迄个失望甲迄个犹豫，若像海燕共款，会一直往咱来拍，惊吓甲痛苦，会甲咱规个目睭拢掠起来，互咱无看到耶稣就伫咱的身躯边。咱定定伫即个大风影的时阵，伫即个艰难的内底，咱看到的是啥？我足痛苦的耶稣，你当互我遭遇到即款的困难、即款的灾难，所以咱必须用一个信心的即个目睭，才会看到耶稣伫风暴的内底，都伫咱的身躯边。咱必须带着一个信心的眼光，才会看到哇，耶稣伫咱的身躯边。天要光的时，耶稣伫海面来行，到底？伊的用意是啥？伫马可福音，我感觉提供一个另外一个线索。伫马可福音第6章48节，伊讲啥？看见学生即个枵食，真艰苦。所以因为对头方年是约略4天的时候，耶稣对海面行，就问因爱要对因遐过去啊。耶稣为虾米要对因遐过去？是要表演特技哦，还是要表演魔术？互因开眼界，看你耶稣吼，你安尼逐工对人，那有遮会开来？毋是，因为对遮经过的一个句约，就是上帝显现的意思。当上帝要拣选一个人，也是一定的即个群体，你来传达伊的信息的时阵。用一个惊人的方式，伫伊的面前来因来显现。所以伫咱旧约的时阵，咱看到，当即个以色列人伫旷野来做即个金牛来拜的时阵，上帝讲：我袂甲你二三角，佮继续来带你。讲摩西就甲伊一下头者还者，结果即个摩西甲耶和华上帝讲：求你显出。你的荣耀，互我看。即个上帝甲讲，当我的阳光经过的时，我要甲你下伫即个石棺盘内底，用我的手也牵你，听候我过去。为什么？因为咱若无法度直接看到耶和华的，看到就会死。所以咱直接看到。当即个摩西来即个耶和华来恳求的时阵，伊就显明互伊看，伊的荣耀要经过摩西啦。所以每一个互上帝来呼召的人，上帝要爱因去做一寡因做袂到的代志的时阵，每一次当被呼召迄个人，拢会感觉真惊吓，真惊吓。毋过当因来向上帝讲是的时阵，都会伫因的生命内底经历着上帝的大开来。摩西是安尼，以利亚也是安尼。所以当耶稣伫即个水面来往门徒来行去的时阵，伊要经过因，毋是要表演魔术咯，是要往门徒来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伫即个风暴的内底，大风大影的内底，我主耶稣，我要甲你三角之地。我要来帮助你，所以伫遮对即个门徒有一个呼召，你爱信靠我，你爱有信心。毋过伫即个相时，彼得是另外一款呼召，彼得行出即个船，行落船身，行伫水面顶。所以伫咱遮咱嘛看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当门徒会游船是啥物人翻译的？耶稣翻译的，叫伊紧来游船，因为伊要家己去山顶来祈祷。所以呢，每一个上帝囝儿，咱拢爱知，上即个去咧船顶是耶稣翻译的，所以咱必须爱明白一个事实，就是顺服，袂使保证咱去行风顺。
顺服啊，不能保证我们一帆风顺。虽然是耶稣所吩咐的，不过这中间有冤有啥，有大风大浪，大风大浪。这是咱每一个人，咱都爱去体验的一项事哦。然后呢，这个第二，就是咱爱去分辨，甲顺服上帝的这个呼召。彼得一个正是上帝的声，耶稣的声，伊就讲哦，彼得因为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受苦你。咱知彼得的个性足冲动的对无？哦，看到人来掠耶稣的时阵，紧就举刀，我甲迄个守卫的即个耳仔甲割来，有无？啊，看到耶稣甲讲我要受人的时阵，伊讲啊，毋通无，你毋好去咯。耶稣讲啥？撒旦退去我下面。所以咱看到这就是彼得。彼得甲上帝甲即个耶稣讲主啊，果然是你的时阵呢，就命令我啦。所以伫遮呢，咱看到彼得无听着耶稣的即个声音，就一个跳回水底无。伊安那，伊搁来问伊来确认这到底是耶稣。所以我相信这有一个真重要、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咱每一遍要开始一段的冒险的旅程的进程。咱必须来分辨，到底这是出自上帝的呼召，还是出自家己啊愚昧的一个冲动啦？就我家己的意思，一时的冲动，也是上帝要爱我安尼做的。所以彼得伫踏出这个船的外面的进程，伊需要确认这是耶稣认为是对的，伊才要安尼做。这是咱必须伫即个踏出即个船的外面的时阵，咱必须爱做的。第二，踏出即个船的对船里倒去即个开始来一段冒险的旅程。29节伊安怎讲？耶稣讲：来，彼得就对船里倒去，行水面要就问耶稣。现在兄弟姊妹。若是你是当时的彼得，你突然听到耶稣讲：来，落来，开始你一段冒险的旅程。相是，这是你行到要死，你会安怎选择？耶稣啊，等即个大风大雨拢煞了后，我才来。你会选水面，即个水面是安怎？烟搁大，强风暴雨，还是你会选伫船的内底有保障较安全，无管你安怎选，毋过有一点是确认，你若是想要行伫水面的面顶，你就要安怎？你爱踏出一个船，爱落船啊！你若无落船，你永远无法度行伫水面的面顶。我认为哦，咱的心内底有一个声甲咱讲性命无应该敢是坐伫船顶尔啦。你甲我受上帝所创造，毋若是为着要逃避即个失败尔。这啥物意思？就是讲基督徒的性命，毋是讲当风影来的时阵，咱就想讲上帝保护我避伫即个船顶，上帝与我同在，有神有主耶稣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安尼一直处理。当疫情来的时阵，第一波、第二波的时阵，我都秘密处理；当即个大灾难的时阵，我都秘密处理。秘哦，所以即个基督徒的性命无应该安尼。秘伫船顶真安全，上帝会保护咱。毋过上帝所期待的是毋搁较济，咱的性命毋是敢坐伫船顶来闪避遮的即个失败，是安那？咱是搁加做一寡，咱是毋搁冒险一寡，才像彼得共款，伫水面来行伫水面。来离开咱的船啊！当咱要离开咱的船的时阵，咱来想，兄弟姊妹，咱的船是啥物啊？咱的船有当时是安那？当咱性命拄着风险的时阵，咱所挖靠的遮个物件。咱的船可能就是互咱安那，互咱事事无想要弃杀的物件，甚至是阻挡咱甲耶稣行伫水面的即个物件。所以你会惊吓，你家己讲。当你
你要离开你的船的时阵，去杀伊的时阵，要踏出迄个信心的脚步的时阵，你心内会真大的惊吓。圣经内底迄个富有的即个少年的官员就是安尼。耶稣请伊对伊的船落来，变卖伊一切所有来分互善良的人，然后来跟对主耶稣。伊有拒绝无？伊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伊的船可能是一个豪华游轮，互伊安那毋敢放杀啊！那你姊妹，啥物是咱的船？互咱毋敢安那冒险踏出去，甲耶稣行伫即个水面顶。再来，船的外面一定有危险甲困难。早才讲，总是看见风真大就惊，得要沉落去，就后就讲主啊！彼得伫其他11个门徒的目睭前，来离开落船啊！伊有成功伫水面来行无？有啦，有。29节讲彼得就对船离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所以彼得一生上好的经验，都发生伫遮。一个平凡的人，既然会行伫水面的面顶，然后发生一项代志，就是彼得看见风真强，彼得开始想着讲，哇！我即阵踏伫即个水面的面顶，我毋是踏伫即个船的甲板的，所以开始紧张啦，开始惊吓。其实咱想看卖咧，彼得无应该感觉到惊。因为伊伫船顶的时阵，甲伊伫落船的时阵，海面遮的大风大雨有改变无？无改变啊！真正改变的是啥？彼得的注意力啊！彼得的注意力已经对主耶稣的心情来刷去伊身躯边遮的大风大雨。所以当咱遭着大风大雨的时阵，咱到底看的是啥？咱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也是咱看是咱的困难，咱边仔遮会大风大雨的，啥物叫做看见风真强啊？就是当咱满心期待来开始一个新的旅程的时阵，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新的服侍的时阵，一起初，咱有足大的信心，那像晴空万里共款。然后当咱来开始的时阵，拄着迄个挫折反对的时阵，甲迄个踢界的时阵。咱就开始感觉，哇，看见风真大，所以有一寡人决定，伊的一世人无爱踏出迄个船的外面，因为踏出船外面，就必须来面对外口的危险甲风暴。亲爱兄弟姊妹，踮伫船内底真诶较安全啊！有一个专门研究即个危机的即个专家科学家就讲，每一项代志拢有危险，无所谓绝对的安全。你若是讲为着要较安全的，所以我逐工选择我著伫眠床面顶就好啊。我拢爱落眠床，因为外口有迄个啥，迄个肺炎的细菌的感染，外口有酒驾，足恐怖的，外口有足侪危险的代志。我甲你讲，伊讲美国人每一年有50万人对眠床面顶活来即个眠床骹，然后送去急诊。讲诚实，伫眠床顶就较安全。所以咱咧想的是，咱若要行伫水面面顶，咱就爱踏出即个船的外面。伫船的内底无一定是绝对安全。伊上大的危险就是我讲过，当危险来的时阵，我就秘伫船内底，拄着即个危险味，拄着迄个危险味。那像我基督徒的性命，就是假面尔，要闪避遮的危险。然后呢，咱的性命就安那，因为野生，因为咱连一骹步拢踏袂出去，咱的性命就开始无五望，一日比一日安那凋零啦。这是咱踮伫船顶到上尾，咱的危险。所以基督徒，咱有当时咱的冒险踏出去咱的脚步，毋通甲灭，咱的性命是安尼性命。再来，成长的代价，惊吓甲失败啦。
伫即个29节30节到31节，讲彼得就对准伊落去行水面要就问耶稣30节，看见风就惊，要沉落去，就后就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来牵伊讲，小心的人请事摇伊啦。咱看到风真大，会安那？会惊吓，你要沉落去，安那？无信心会摇。所以第一个就是惊吓。踏出即个船的外面是一个成长的开始，因为是一个跟对耶稣的一个开始。真做耶稣的门徒，就是安那圣经来讲，咱来看无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上帝。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开始。所以这表示啥？咱必须来放弃一个世事的一个人生，真做咱上悬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只要咱跟对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成长的路程，都安那是一个改变的路程。咱定定会拄着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一直咧成长的时阵，惊吓都会一直伫我身边。所以基督徒毋通惊吓。每一次惊吓内底，耶稣甲你讲，我就伫你的身边。咱拢足爱即个世事的日子对无？所以，伫遮，即个耶稣甲咱讲，踏入去船的外面，放弃伫船顶即个啥世事的日子。再来失败，咱看彼得真诶失败吗？当即个彼得行伫水面哦，即要沉落的时阵，经文甲咱讲啥？讲一个原因，就是伊的信心无够。伊开始了伊，看见风真大的时阵，伊就看伊无应该看，所以伊就开始失败。而且彼得真诶失败嘛，我有无共款的看法。我认为哦，即个11个坐伫船顶的即个门徒，比伊搁较失败。只不过即11个门徒安那，伊是点点啊失败，无人讲嘛吼。即个，大家即个目光拢伫啥物人的身上？彼得嘛，彼得当众出丑嘛，对无？出糗嘛，吼。所以彼得是一个失败。毋过我无安尼看这项代志。伊都咱去定义即个失败。咱看到这彼得讲真个失败，我认为毋是。至少彼得有2个真大的经历。第一个，彼得知影。伫伫水面行的即个意义，只有彼得知影啥物是靠着伊无法度完成的代志来倚靠主用做成。只有彼得知影，当伊踏入去船的外面的时阵，伊有主耶稣的大腿来充满，用甲主耶稣做共款的代志。你有想看觅哦？即个彼得伊一世人拢会记哩。有一天，伊甲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徛伫水面的面顶，伊甲主耶稣做共款的代志。这巴图我相信将安那，即个欢喜一世人拢要对着彼得，直到伊互上帝点的。第二，只有彼得知影，当伊咧即个危险的时阵，伊要沉落的时阵，耶稣伫伊的身躯边。随时会甲牵起来，耶稣有完全的能力来即个拯救伊。伊甲耶稣基督所建立迄个信靠即个信心是无人会批评，因为伊知当伊来跋倒的时阵，伊要沉落的时阵，耶稣基督随时会甲牵起来。这是真大的一个梦，这是真大的一个信心啦。所以伊嘛会晓，当即个伊咧沉落的时阵，伊爱将伊的目睭伊的信心来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我问你，彼得真的失败吗？伊所得到的比咱每一个人搁较多。最后，即个32节甲33节，伊讲因上船，风就停啦。经过这个代志了后，主耶稣甲彼得上船了后，风就停。看到这个时阵哦，我感觉有咱遮基督徒真诶爱听候。耶稣基督来到因的船边，因马上就船，叫风马上来停啦。
主耶稣绝对有即个亏难，毋过对主耶稣基督无任何的损失，对啥物人有损失？对这12个学生有损失。特别是彼得，彼得因为主耶稣来呼召伊，踏出即个船的外面，互伊经历着讲，原来我靠着主耶稣，我用来完成我无法度所做的代志。主耶彼得会踏出即个船的外面，最主要是啥？耶稣伫水面的面顶，毋过耶稣无伫船顶。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知，当咱拄遭遇着一困难的时阵，耶稣就伫迄个困难的内底。当咱要沉落的时阵，耶稣的手随时等咧甲咱牵起来，因为伊是上帝囝。所以咱开始2022年的时阵，检查咱家己姊妹拢有足侪计划要来开始来进行，要来开始。检查咱的规划内底会足侪改变。毋过，伫遮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来确实是上帝要爱咱做，勇敢。上帝咧，耶稣基督咧呼召啦，来对船顶落来，伫水面行伊过。我相信，当咱带着即个信心的时阵，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亲像彼得共款，有行伫水面的信心。彼得行伫水面的即个旅程，也诚做人真好的一个经验。恳求上帝伫2022年，用我靠上帝来完成咱家己无法度完成的代志。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阮的新的意向，阮有新的计划，阮有新的方向。不过，遮的事、遮的计划、遮的旅程，拢必须有主耶稣基督伫阮的身边。阮知当阮开始一个新的开始的时阵，阮会看见边仔的风影真大，但是阮相信，今日的经文甲阮讲，你伫彼得的身躯边，你也伫阮的身躯边。主，你要来扶持阮，要互阮来倚靠你，来完成阮对未来所有好的计划。主，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信息3角来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587首，我毋知名字为怎样。请请你来念。Oh
正业之事来实现。大家来参加今年头一摆的主日的礼拜祝大家新年快乐！也愿上兄弟伫新的一年愈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可以直奔标杆，同走天路。第二，在务组的公告请团客伫后礼拜日会使打账册啦，刚好办公室，这个要记得哦。然后记表伫楼骹大家会使会去客你爱打你的日期你互师日期写起来，若需要调整爱甲办公室讲者这个家己负责第四，后礼拜日咱要开中职会，中职来有备心来预留时间，有备时间来参加。第五最重要的咱的服侍真正需要大家来斗相共。咱除了会看会到的信歌队敬拜，阁有主日的老师，阁有咱足重要的音控甲投影请大家你若想要做啥，你毋知要做啥嘛，无要紧，咱甲湖中勇长乐来报名，咱来学习就咱像今仔张牧师所讲的咱会当时来想我台语无啥好对吧小可见笑安怎毋过咱有学习咱不管咱几岁咱拢爱继续继续往前走啦然后第六，这个周报的核定版大家如果有收集的习惯，就交给那个办公室。那1月30号为止1月30号为止。那寒气的消息，服务团今天晚上要聚餐，提醒大家。然后第二就是基同的主日2后礼拜日要去参观英光教会，要去参加亲子礼拜跟观摩
8点40要集合，大家会使来报名。有啥物问题会使问咱林林校长。最后咱要放一个影片吼，就是儿童主日学吼，顶礼拜咱圣诞节吼，拜六因去6个家庭来报佳音吼。那伊有做一个影片吼，互大家来观赏一下。在功课，在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各方面，上帝你继续的扶持让我们跟耶稣一样，身量跟年纪越增长，上帝跟众人喜爱他们的心也越加增。祝福我们的主日学每位小朋友，也祝福今天小朋友所带到报家的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我们也谢谢这些老师他们的辛苦。希望等一下的庆祝会，我们也有很高兴的一个庆祝耶稣的诞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求。好。咱足感谢主吼，伊保守甲引带伊所喜爱的事工，伊也相信主，伊也会成就咱人所看袂到、嘛想袂到的功效。上赢390首。我先报告一个好消息，去报改了，最后去雅文领导然后雅文他就得到一个孙子。加落吹，因为昨出世的孙111年1月1号，早起6点外，一个婴仔出世，是咱这大家庭的好消息。这小天使不多样，有这个神咱做伙来上映390首《无路提杯万福馆》，请起立。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条教永世大无尽。阿门。